小黃鴨德盈公布2項戰略升級重大進展，與貴州黃果樹旅遊區達成10年期合作，開發全球首個 B.Duck 小黃鴨主題漂流文旅項目，同時正式進軍 AI 大模型領域，成立合資公司開發智能 IP 產品。小黃鴨德盈集團旗下全資附屬公司與貴州黃果樹旅遊區相關方正式簽署合作協議，共同開發運營貴州黃果樹小黃鴨主題漂流項目。集團將通過小黃鴨 B.Duck 品牌全方位賦能該項目的規劃設計、經營配套及周邊產品銷售。合作期限為10年，2025年5月1日至2035年4月30日。另外，小黃鴨德盈集團全資附屬公司與馬克素倉深圳文化發展有限公司、古柯先生及旅行苑先生簽訂合資協議，共同成立專注於開發及銷售基於 IP 矩陣的 AI 大模型智慧產品的合資公司。小黃鴨德盈表示，上述戰略升級將進一步豐富集團以創新驅動 IP 生態發展的多元化業務佈局，促進商品零售、生態文旅及遊膚文娛3大業務的協同發展。透過 IP 加文旅與 IP 加科技的雙輪驅動模式，持續強化 IP 生態系統的協同效應，為長期穩健發展注入新動能。